就来看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，昨日伫立法院备询的时阵，有讲，也是会照着原计划，让青少年来做第二剂的 BNT， 也毋过会甲第二剂的时间为3礼拜扭长到6礼拜。但是即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美国药品管理局甲咱的卫福部伫最近的会议拢来指出，讲这个12岁到29岁做第二剂的 BNT 了后，出现着心肌炎的通报率，大约是第一剂的10倍。这个台大经感染科的医师林世平医师来讲，以台湾目前的状况，台湾年轻的男性做完着第二剂，恐惊是会出现着160例心肌炎的案例，所以伊认为，是毋是要来做第二剂，应该爱个谨慎来评估。从3周拉长到6周，对，我们希望拉到差不多至少到6周左右。虽然讲人的时间有扭长，也毋过青少年做 BNT 疫苗第二剂这个计划无改变。目前台湾12岁到17岁青少年做 BNT 疫苗，为9月份到10月27日为止，总共19例通报心脏发炎。也毋过专家表示讲，依照美国 FDA 甲 CDC 的统计，12岁到29岁做 BNT 疫苗第二剂心脏发炎的通报率是第一剂的10倍。认为应该综合国外资料来考虑，讲青少年敢要马上就做 BNT 疫苗的第二剂。50万的男生，我用50万来算，你可能会见到100例心肌炎哦。假如第二剂打下去的话，目前12岁到17岁心脏发炎的通报率，查甫是100%22.5%，查某是100%5.5%。唔是讲袂使做第二剂，是应该将人的时间扭较长咧，趁这段时间看国外反应。因为大部分的心肌炎休息几天大概就好了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这风险似乎是可以掌控的。毛医生认为讲，做第二剂进前，应该由医生家长做来决定讲敢要做。若无心脏问题，当然就会使做。毕竟这若胃着病风险甲心脏发炎的比例比较起来，有注射较好。